乳牙遲早會掉，點解仲需要睇牙醫？好多家長以為乳牙只係過渡期，但係乳牙階段其實係面頰骨骼發育、咬合建立同口腔習慣形成嘅黃金關鍵期。兒童牙科檢查唔單止係檢查蛀牙，更係對孩子生長發育嘅全面評估。身為兒童齒科醫生，我會喺關鍵時期及早介入以下嘅情況：口呼吸與呼吸道篩檢，及早識別口呼吸與夜間磨牙，預防牙弓狹窄與面型改變，維護氣道與顏面骨骼健康發展，糾正不良口腔習慣，協助戒除用飲夜奶瞓覺、吮手指等壞習慣，預防早期嚴重蛀牙、各種咬合等問題，骨與咬合發育監測，精準評估上下顎骨發育，預先確認恆齒生長空間，降低未來齒列擁擠同錯咬嘅風險，保護乳牙，留住恆齒空間。透過專業塗氟與窩溝豐田，喺脫鈣初期及時逆轉蛀牙。健康嘅乳牙係恆齒萌發最佳嘅天然空間維持器，能確保恆齒按時順暢長出。口腔同全身健康把關，維護牙肉健康與菌群平衡，避免慢性口腔發炎，影響孩子嘅營養吸收與整體免疫發育。軟組織與發音評估，仔細檢查唇舌係大狀況，提升顎骨正常發展，並確保言語發音清晰無阻。透過定期檢查與早期介入，為孩子排除發育隱患，奠定一生自信笑容嘅基礎。